时节，客家票如果从有的大家如何来抢，一路以来本人看作南洋铁票藏嘅土种苗体系，一百县计有260万个价位选票哦，喺行年内也人口70种嘅体系。虽然睇2008年总统大选，19睇土种苗赢嘅民进党65万票，不过经过政党轮替过后，有学者认为刘洋睇土种苗体系嘅选票其实已经有天天嚟变多嘅，故作是知道南六嘅有绑水所长其实唔会改态，你有支持媒体人按算讲，最里面影响选情嘅重点，可能会睇土种苗体系嘅投票率方。国系土种苗南洋嘅基本盘，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蛮有许多拖延几项措施完毕，同时间加本样便利枪，杀气苗栗，未系马总统田野鼓掌，利用前南洋嘅现象来继续抢客家票。虽然土种苗体系一旦独系南洋嘅支持者较多，不过马总统两公婆还系唔敢开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用客家母语身份，接下摆去到土种苗体系，唔但将打出客家母语新总统台3000之力，还进一步提出要打出浪漫台3000嘅计划。蔡文下乡当初建议要抢南洋土种苗嘅客家选票，来争取客家乡亲嘅认同。自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透过去做慎重的时态，无论北方路易各个乡镇就行到位，土地方大基础，估计其头2000年前总统的时节得到土种苗的真高票。三党总统候选人土种苗体系都上网打拼，累积了一天的实力。客家票其实在最近几年来已经不是蓝军的专利，蓝比较强的客家选票主要还是在苗栗跟新竹。连桃园都不是完全是国民党所能够掌握，尤其在很多的一些桃园的客家地区的话，我们发现其实绿军得票不会比蓝军差。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连续2次的客家票在桃竹苗是有相当的成长的。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又我看就因为这个蔡主席的这个客家身份这个部分，那某种是中立化的这个所谓的马总统的部分嘛，我想至少会比上次的成长更多。见到为选举，候选人都把客家选票看作系关键，尤其系土种苗体系，用过去接下摆嘅总统大选来看，2008年19土种苗体系让民进党65万票，可能8年前的大选，当时前总统陈水扁先前发生的319冲击案，虽然影响了两党的选情，不过土种苗体系南洋还是得到了100万票客家，让民进党减减的27万票。2000年，宋楚瑜离开国民党，用毛董事的身份出来选，土种苗体系得到了79万票，南六党得到的票还无几万多，因为土种苗体系有众多的客家人口，未变做大家上涨而抢票的所在。因为呢，从绿军的阵营来说的话，他们认为客家票其实在这几年来一直都有成长，这是可能在获取更多选票来源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战场。鉴于过去几年的客家票，绿军一直有成长。所以这次把重点放在客家票，我觉得是一点都不奇怪的。2008年的总统大选，土种苗3个所在投票率都超过75%。虽然讲一大尾一直以来都是南洋的铁票仓，不过投票率未影响选情其中的关键。尤其桃园有超过150万张的选票，国家新总苗栗落去，总共有662万张的选票。自参冇新人派，今年的选举，提供小型选举结合为中央的大选，投票率可能会有8成。迄讲投票率越高，我哋南洋越好。特别是北部地区北部地区的话，这一部分你投票率拉高的话，对蓝营我觉得比较还有利因为北部土种苗本来就给蓝的给带下沉啦三党候选人上网争取客家选票，各个提出客家政策，客家乡亲每做的感染机会，向候选人争取客家党的权益。唔但将为自家发展，未进一步促进客家庄的发展。客家新闻彭金乐、文思怡综合报道。